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8，诗篇98篇一直安尼讲：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。伊的正手，圣的手骨，施行拯救。三甲来祈祷，为阮做奇妙的事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用你大能的手来创造，你亲手下大地的地基，你用正手天开天。你一下命令，天甲地就做伙徛出来。主啊，列国要看你的公义，列王要看你的荣光。主啊，阮要专心感谢你。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。主啊，对阮少年的时，你有教示阮；到现今，我要保养你奇妙的所做。主啊，我要用你唱新的歌，因为你有做奇妙的事。你的正手，你的手骨，施行拯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